再来关心麻豆的消息，未少游客到台南麻豆会去翕相的圣地，超过80年历史的电机老戏院，2018年11月被公告为台南市历史建筑，也毋过想袂到，最近这个戏院内面一寡木造建筑啦、木造茶椅啊、设施都互拆了。原来文主审议资料内面，敢若登记入面是这个历史建筑，文化界人士是批评台南市政府文主保存，敢若做表面的尔，真正是有够离经。2007年，导演侯孝贤所拍的3分钟的短片，表现出50、60年代大家穿水水看电影的情形。这个拍片场景伫台南麻豆电机戏院，这间老戏院2018年11月被公告为台南市历史建筑，但不过最近内面互人拆掉去。山鸟出入大型工程车嘛现场，戏内面的茶叶拢拆了去啊，被公告为历史建筑，乃话拆就拆。原来市政府的审议资料内面保存的是表面，无内面。之所以将内面拆掉，地主之一的可能是讲，戏院代表人感觉讲会有危险。那一天是因为下大雨，说里面的那个2楼那个阁楼那边有倒塌下去。文主处讲，社团的代表人进前有口头报备，但不知是这款情形。目前也请他先暂停清理的作业，请他尽速提报清理计划给我们去做一个审查。电机馆是当地望族诞生伫1938年起的。电机为日语翻过来意思就是代表时行现代女性。电机戏院伫1987年停业超过80年的岁月的老戏院，是未少游客翕相的所在。文化人士呼吁讲，历史要被保留落来，希望文资处保存古迹，唔通干那做表面功夫。